来看台东今仔透早风雨正透，避南溪溪边的沙石拢吹到台东的市区，造成空气的品质是真歹。之前的三多里风台避南溪风的沙石工程嘛，拢互风台破坏。环保局即马是已经要求厂商得爱赶紧搁再施工，嘛呼吁民众尽量都唔通伫户外来活动。嘛因为风影上过大路，渡船已经停驶，渔民嘛无法度出海去掠鱼。早起风势透早。甲避南溪溪埔的沙，拢靠入去台东市，市区规片雾蒙蒙。民众停伫外口的车嘛，规个风飞沙。有民众赶紧出来门口抓水，雨沙较袂飞入去厝里。灰尘太多了吼，都飞进去里面了，所以是。气象署观测到台东透9级至11级的强阵风，因为三都日风台大水雨，甲关府伫避南溪溪埔本来要处理风飞沙问题，水覆盖工程拢吹歹去。伫溪埔的沙气有风扣起来，规个洋洋飞。就连全国地区嘛，规个拢真营业。环保局监测，台东市风飞营业的指数已经超过标准值，而且这2天嘛可能会持续透风。已经有派驶路的车伫路面抓水，嘛会赶紧甲避南溪溪埔水覆盖工程修复。那目前的抢修情况都还在持续，预计呢我们会在2周可以完成大部分的复原原本的水覆盖的工程。东部外海风影嘛持续增强，热到早起风势透早，停伫路边的乌托邦嘛去互风扇倒去，无定离岛的客船停驶，渔民嘛无法度出海掠鱼啊。即马这风头就是咧东北季风哦，即马这9月到降风啊，拢风盖头。台东市甲花东唱国风飞营业的指数持续加悬，风飞沙会危害民众的健康。环保局呼吁市区甲唱国地区的民众尽量莫出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